后来继续来看的是这个南投水里乡的上安社区，向台大演习林来申请推动花树银行的计划。除了由在地人来栽种着美丽草花之外，嘛邀请到近乡国小的学生来种枫叶三宝，也就是薄荷、紫苏啊、甲草草草。除了会当来了解到枫叶的知识，阁会当分享给社区的居民，摕回去实用。我种紫苏，我种薄荷，我们种鱼腥草。近溪国小学生囡仔大声讲出，伊要种的物件就开始种。这个由上安社区发展协会整理出来土地，伫竹桥边啊，社区希望讲透过花树银行的机制来进行绿美化。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银行的一个分行建构，让在地的小朋友来参与这件事情，让他们也了解那个传统的民俗的这些植物的功能性。这个香草植物呢，他们会以后长大会除了长开花之外呢，还有让我们这社区这个鹊桥北岸的景点呢会更美丽。种芳草甲花草来打造花树银行，带动居民共同来绿美化社区，这嘛是学生囡仔真好的机会教育。种出来之后就是很漂亮，然后就很有成就感。尤其是跟社区种下我们一个很多的花草就可以借由这一块的地方来做一个移植跟繁殖这学生囡仔感受到社区用心，拢真认真地种，互因自细汉就参加社会活动，嘛，互这场绿美化活动更有意义。